我小时候就有梦想过选我们那一里的里长。车站走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看的东西不顺眼。我说啊，这台车怎么停这样子？为什么这里有烟蒂？法院的首映记者会的现场，视线统一看向中间官方摄影师来挥手这一台。我们知道是说戏院真的是电影产业真的苦哈哈，尤其这半年没有这个新片。本来我们逃出去法院应该是今年上半年就要上映，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这下半年。那刚好8月14号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，我们希望用那么欢乐、愉快、轻松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平常严肃的题材。那这样的一个题材，绝对可以用幽默的方式，让我们现在苦闷的台湾可以多一点诙谐的作用哦。所以第2集啊，刚刚讲到第2集可以逃出总统府，好不好？再来逃出白宫，我相信导演绝对有办法让我们台湾的电影越来越好。不错，很有年轻人的创意啊，然后有很多可以提供我们思考的地方啊，比如说道具方面，我发现有些道具，比如说我们的道具以后你们也可以采用啊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学习。那对他们用了很多雪茄，我们立法院还没用过。乔慧觉得拜托不要了吧，你们水球就已经够我们受不了了，还来雪茄。大家都很支持，所以我觉得用买票去支持比今天来出席更实际。所以刚刚台上的时候，以为我基本上叫出来。对，我很爱看，所以我今天在台下一直这样子很兴奋的这样子笑，因为其实我今天是一种粉丝见面会的感觉。我小时候就有梦想过选我们那一里的里长，因为在现场的时候，我要从公车站走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看的东西不顺眼。我说啊，这台车怎么停这样子？为什么这里有烟蒂？这棵树不应该种这边吧？哦，这里你知道这个电箱应该要画漂亮一点，我都会想这种事情。或者说这条路好像办活动也不错，去跟北艺大合作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就会想很多。然后我小时候就有梦想过要选里长，这个梦想到高3的时候我就想说算了，不要做。对，因为发现选里长花很多钱。里长或者是社区大很多人叫我去选，但是我说你们要害我，我开店已经很惨了，叫我去选。好，期待逃出立法院8月14日。都拍完之后也有了血浆的恐惧症，非常的辛苦。黄宗荣大哥在演艺圈呢拥有这个反派专业户的封号的替代役男，于是想尽办法打混求生。来拍一张，挥手这一台，3、2、1，左边来一张，4位先看向左手边，3、2、1。对，这部片我们还入围那个多伦多影展这样。竞赛单元。这个可能近20年来台湾唯一一部进入到那个正式单元这样。一个再看一下挥手官方这一台，蓝色衣服的